今日交通部召开记者会，统计今年正月到9月，这交通事故比去年增加6%，伤亡人数同款有增加。而且交通部观察讲，这死亡族群上届主要拢是骑奥多拜族群甲高龄者，针对这部分会特别关注，也会改善意外发生。交通部长王国材29主持交通安全说明记者会，道安会统计今年正月到9月，交通事故有27万左右，造成约2300人死亡，30万多人受伤，比平去年同期各项拢有增加6%左右。其中死亡人数上主要是机车族群甲高龄族群，机车死亡人数偏去年增加14.2%，高龄族群增加10.7%。大湾表现比较差的县市的重点辅导，包括我们的辅导团到县市去，然后每周内管有数字就跟这个县市政府来谈哈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实施2个方案哈，机车的防治的专案，另外一个是高龄者防治的专案。防治专案的部分，交通部讲会增加科技执法、教育训练、宣导等方式来执行。但是有民间团体甲立委长期主张，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9条，也就是机车袂使骑伫内侧车道的禁行机车规定，是造成机车事故多的原因之一，呼吁应该提掉。机车不得行驶内侧车道，严重限缩机车行驶路权。也因强迫机车行驶外侧车道，增加机车肇事风险。对于机车的管理，应该因地制宜。那目前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条还是留着，我们是希望说透过一些这个弹性的处理。另外，交通部提醒11月30开始，电动自行车改名加做微型电动2轮车，就满14岁才会使骑，而且新车爱定期领牌投保，旧车嘛要伫2年以内完成。无领牌上悬会使罚3600块，无投保罚1500块。另外，若违法改装，上悬罚5400块。记者郭宝根调水台北报道。